路透社报道，咱政府后礼拜会推出新版本的民防手册。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焕是表示，这手册内底会明确写讲，任何讲台湾导航的内容拢是假消息。另外，这手册嘛头一届甲民众若当着敌军，是要安怎应对的方式甲写入去。工作人员一直看这个民防手册印刷过程，一本一本来装箱。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，台湾下礼拜要推出新版的民防手册，台湾全民安全指引。这摆是参考捷克、法国、日本这国家所写的生存指南，后面是感色的，标题是写当柜机来临时，内容有29页，结合网家人物的插图，适合高年岁人看。台湾并不会屈服于任何军事威权的侵略，那我们并不会投降。好，这个概念必须要让所有民众都能够建立起这样的心法。国防部头一摆出版2023全民国防应变手册，拄推出防批评无实用，引发争议，后续经过改进。这摆经过2年，推出了新版民防手册，内容大幅度提升，包含头一摆家己民众拄到敌军时变怎做，也有任何公司台湾导航的讲法拢是假信息，也有中国籍 APP 像是 DeepSeek、抖音、小红书等，拢可能牵涉各自受到风险。你很难去判断他是敌军还是我军，甚至当你能判断的时候，都已经是很贴近了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手册里面，我们会提醒群众，看到有着军服的这些武装的这些人员，尽量避开，尽量避免。另外，手册也列出台湾可能面临海底电线防破坏、中共丁九难好准假检查，也有全面反台这情况。学者认为，新版手册只有教导民众分辨认知作战，不过真上重要应该爱护民众有安怎在战争之下生存。也有可能不是我们投降啊，而是对方我们双方的政府已经有一个妥协了，或者是在这个外国的压力之下，解放军退兵了，所以我们先行停火，先不要开枪，可是各部队要远守在阵地。那这一些命令会不会反而如果在我们语义不清的情况之下，反而会被对方拿来作为进一步的操弄？今年汉光演习，国军伫卖场演练避难，学者讲，这摆手册是不是加入防空的设施、物资的存放，将是外界注意的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